来看宜兰县政府甲厂商合作，伫清水公园起咱国30栋来头一座第2个电厂，要求厂商公园着爱设教育馆来推广能源教育。今仔教育馆启用了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宜兰清水地热电厂是咱国外30年来第一座第1型地热电厂，2021年商转，每点钟会当发3150度电，会当提供大同甲3000两个乡大约1万户家户使用。依照宜兰县政府甲促参厂商的契约，也还过起一座地热教育馆，30亿正式启用。一直是轮盘，更新研发资讯，让民众会当清楚了解清水地热电厂采用全循环系统的发电管理。可能在这边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，或者是有一些图片动画的方式去增加我们对地热知识的了解。教育馆外观设计理念保存地热风貌，维持现有地形。内部展示地热发电所台湾地热资源介绍，甲地热发电流程参设备，希望将地热管理简化，让民众也是学生会当轻松吸收地热知识，更有高楼教育功能。那互动其实是把影音里面的一些简要的概念，简单化，让基本上可以让大概中小学生这种程度都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。那希望可以由教育馆的这个功能，整合发电的这个绿能，寓教于乐，提供民众可以有接受或了解地热的相关的发电的效能。县政府表示，清水地热教育馆启用了后，和地热公园加做全国头一座结合地热教育、温泉生水甲美食体验的游客园区。和游客之外，也会当深入了解地热能源对环境永续的重要性，推动绿色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